我始終係堅信咧，體育同教育係培養青年貢獻社會嘅重要基石。我一直用青春來走出去嘅理念，推動澳門嘅體育教育。所以沒有挫折感，你就不會有成就感。成就感是來自於挫折感。我哋請咗多位國家金牌運動員親身走入學校、社區，分享佢哋嘅拼搏經歷同國家嘅情懷。每一個階段都是不同的一種體驗和成長。確實是帶給了我很多不一樣的東西。場面係非常感動嘅，反應係非常熱烈嘅。呢啲唔單止激發咗對體育嘅熱愛，更加深對國家嘅自豪同埋歸屬感。我哋亦都積極推動有潛質嘅澳門青年運動員走出去，等佢哋學成返澳咧，影響新一代青少年咧，讓澳門嘅體育教育薪火相傳。展望未來啊，學校可以進一步發揮澳門傳承中華傳統體育項目嘅優勢，開設特色嘅體育課程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嘅文化，助力實現教育興澳、人才建澳嘅目標。我都有關注到嘅，近年澳科大嘅發展係勢頭十分良好，科研成績咧係突出嘅。期望學校繼續能夠深化同內地高校合作，積極引入國際優秀嘅資源，推動產學深研度嘅融合，持續提升辦學質量，為培養擔當民族復興既有新時代嘅人才。一個人啊，不過滄海一粟，自己做咗幾多努力並唔係好重要嘅。重要嘅係做呢啲事嘅意義，以及呢啲事是否有利於國家民族嘅利益。就希望同學們要牢記習近平主席喺視察學校嘅囑託，樹立遠大嘅理想，同祖國共命運，與時代同步伐，努力成為擔當民族復興嘅大任嘅高質素嘅人才。